好，我们到这里是已经讲到了啊。做벽에 저 벽에 장세 고유직 써버려요. 네. 저 벽에 장세 고유직 써버려요. 医疗面具그 고유面具그 고유 약보요리. 태매 면주그 고유 약보요리. 比较不多。 얘네들 健保卡 거래. 그러면 아, 라, 약다 취향. 他只是讲藏文的那个剧。好，下一句那个，코요티라 예진 가려요래. 코요티라 예진 가려요래. 예진 就是好处或者优点、优势。예진。 那就是皮一讲呢，给咱可能有人。皮一讲呢，给咱可能有人。对，学习上有什么优势？皮一讲呢，给咱可能有人。皮个些呢，给咱可能有人。会说藏语的话有什么好处？优势有什么优点？皮个些呢，给咱可能有人。那现在这里问是，苦有铁了，给咱可能有人。그랑츠 예가낭 퓨리 롭초탕 벽에 쉬당 그랑츠 예가낭 퓨리 롭초탕 벽에 쉬당 是吧？예가就宿舍嘛，寝室是吧？퓨리是藏族，롭초是同学。讲藏语，这个是命令词，说的那个命令语气，是说的命令语气。题，你们都在没看你们做题。我不知道你们在写什么。题，벽에 얇게 똥얘기 탑람 르베. 티, 벽에 얇게 똥얘기 탑람 르베. 这个既不是属歌啊，只是一个口语里面的说法。这个也跟一是口语，这个不是属歌。这个不是属歌，不是的。此事是要进步藏语的方法吗？进步藏语方，那中文不加的的话，是不是需要加个的？是不是？正音语这样是可以加一个属歌了，但是这可以讲属歌。那个因为是这边是口语嘛，东叶是口语，对不对？那如果是书面的话，
东居有个属格嘛，벽에 여기에 동주 탑랑집에有个属格嘛，对，벽에 여기东居东业记，那个也是口语，那这个记是确实用那个属格来去，对，tablang就是方法嘛，雅界就是进步。대, 벽에, 얇게, 동얘기, tablang, 日背就回复了。벽에, 망담, 슈리, 체나, 문제, 펜도, 첨부 요리, 펜도, 첨부 요리, 펜도, 첨부 요리。偏多첨부 요리就是有大的帮助嘛，很大的帮助。첨부就是很大，偏多就是帮助，所以有很大的帮助。偏多첨부 요리。领这钱呢，偏多첨부 요리。领这钱呢，偏多첨부 요리。这样做的话有很大的帮助。领这钱呢，偏多첨부 요리，是吧？领这钱呢，偏多첨부 요리。문제就是确实嘛，문제这边确实吗？事实吗？这是문제这边是确实。문제虚力就是虚就是说的意思，那虚力就是互相，因为它有一个我说一句你说一句，那个才说叫虚力嘛，虚力去吧。轮流的日学日轮流说的。这边藏文里面特别没有讲到互相。那薛日讲到薛日的时候，就一定是有互相的含义嘛，不会讲到一个人是薛日，因为只得有2个人以上的才会讲薛日嘛，轮流说。所以我就中文上面加了一个互相，不然的话多讲的话是只一个人也可以讲多讲嘛。那藏文的薛日的话，一定有2个人以上才会。盲藏是多一点，对，盲不就是多嘛？那藏就是点，那盲藏，那多藏，这样就这个句子是벽에盲藏薛日钱呢？문제偏多첨부 요리。所以这个人加了动词后面加那个人的话，那都是有个轮流的含义。所以这边是虚，那你也可以说昨日昨日，今天我走，明天你走，就是谁来，就是轮流走。昨日起日轮流做嘛，起日。撒日轮流吃，是不是撒日？所以动词后面加一个那种日撒日的话，你就是有这个轮流或者互相。
，correct。这个礼拜是轮到我了，下个礼拜是轮到他，所以这个是 correct。歇日，这个礼拜我说，下个礼拜你说，或是先我说，然后再你说歇日嘛，这个已经有休日嘛，就已经有休日了啊。大日轮流看嘛，就是我看互相大日。没有撒到，因为它是奏格嘛。这是本身是培盖盲藏序，就是一个命令嘛，多说嘛。培盖盲藏序就是叫你多说，所以这个日这个用法是可以用嘛？这个日的用法，点日轮流做嘛，轮流就是做这个做事的点日，这个我刚刚点日呢是刚刚前面讲的话，就是坐在椅子上面的话就点日，对。这个多，这样可以吗？这个里面，好，下一，眼中马多，眼中马多，提米，落做，仓吗？표지这边，眼中马多，提米，落做仓吗？표지这边，马多就是除了我们以外嘛，眼中马多就是除了。提名就是其他，提名其他仓嘛就是全部都嘛，全部他就问了，眼中马多提名落错仓嘛，举例这边，你们念一下。除了我们以外，其他人都是谭元人吗？其他都是谭元人吗？怎么说？提名没仓吗？谭元没这边除了我们以外，其他都是老师。对，仓嘛，见了人，或者是给人，对。可以啊，俺这么多仓嘛，仓嘛표지的，俺这么多落座仓嘛표지这边。不加提名也可以。俺这么多落座仓嘛표지这边也可以啊，俺这么多。除了我们以外，
都是藏族吗？中文也可以吗？拉萨列不行，不行。这里不能用列。你要用这列的话，哪里？俺做马多列也不行啊，俺做列不行，没有人这么说。你要刻意加也可以，看看，对。래 창마 안주 표직배 생각이 퓨리 로마리 래 창마 안주 표직배 생각이 퓨리 로마리 표직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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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可以应该可以说是参加就是戏嘛，那是我们西藏文学系p 就是西藏嘛，这边的讲 p 就是西藏，那如果就是翻成文学，所以参加就是系，西藏文学系，不是有中文系嘛？七列，七列就是专业啊，专业跟你什么专业？你什么专业跟你什么系不一样嘛？对不对？然后除了学之外，你可以再问专业嘛？对。学什么系？念什么系？那你这是西藏所以这边的其他是可以吧？其他，这个中文顺吗？都是我们西藏文学系的藏族学生因为我们这个藏书里，我们的课本里面没有翻成中文的，是不是？这些有翻成中文吗？你们拿的课本没有吗？课本里没有，你们都没有看课本吗？哦，字比较大，没有翻中文吗？对对，其实上已经觉得实力够了，所以没有翻中文了。阿嘞，听着音不嘞？阿嘞，听着音不嘞？见了去，公吧，加钱不？谢下，阿嘞，听着音不嘞？见了去，公吧，加钱不？谢下，这个公吧是想法，那个想的敬语，sam 路的敬语是拱吧
啊，三木加前部写一下。三木的敬语是拱吧，或者说突贡。三木的敬语是拱吧。这个拱字如果没有后加字的话，那就是晚上的那个拱柱，是不是？拱柱的拱是这个嘛？没有后加字，如果你加后加字，那就是变成了心。拱不加前部就是加前部就是非常周到的意思。因为有个想法，然后非常周到，所以要有没有动词，这个写吧就是动词写想啊，写本身是动词，那这两个一起用了，写下啊，广播加前部写下，广播加前部写读，助动词后面那个是下，这是动，广播加前部写读，广播加前部写下啊。这个吗？不用，不用。中文的话就不用翻了，就是写下就是已经过去式的，已经想了这样一个想这样一个周到的一个，就写下的时候就已经过去了。填着音不是，按来填着音不是。对，加强部是非常周到，非常加强部是非常啊。老师们想的广大吗？你们这样翻吗？老师们想的广大，加强部是可以翻的广大，你是用在什么地方呢？啥叫加强部？地方很大，啥叫加强部？对啊，啥是加强部？同样的字，康波加强部是吧？房子很大，那是康波加强部。三路加强部，想法非常广。三路加强部。所以像这种直接看字典来去翻译的话，就会翻这种，把全部把翻这加全部啊，什么什么？哦，参加加全部，参加加全部有的，哦，配里边参加加全部有的，应该加，嗯啊，这个广播细胞对，有广播，这个是新想法，那个他的想，这个习就是动词，对，就是一个三木加全部写吧，因为三木的话没有动词嘛，它本身是心思维那个写就是动词，就广播写吧，跟
三木当哇，公不写吧，公不写着呢，三木当着呢，你不用敬语的话就是三木当，但你要敬语的话，公不写，这个两个是意思一样，公不写，三木当。三木当，嗯，加强不写送，哦，见了只有公布加强不写送，听着音不的，见了只公布加强不写送，不，这个因为写送的话，你已经确定了，你确定他们想的这个，那现在是原来他们是想的是这样啊，就是他们想的非常周到啊，这个写下就是这个的一个语气。你就写送的话，你已经知道完整，你已经知道，你知道他的想法，他想的很周到。공부加强不写送，空给공부加强不写下，空给加强这里嘛，原来只有공부加强不写，不加不行。好，阿来听着音不的，原来只有공부加强不写下啊，他们因为你之前不知道嘛，你不知道啊，原来是这样，他们想的非常周到啊，这个，这个语气，这，不能讲啊，他们想了，他们想的非常周到，但是你这个地方原来做广播加全部写送是那这个按来听着音不是原来做广播加全部写送，这个这个句子里面不会用到松，很怪怪的啊。你已经知道他们想的非常周到的话，你可以说原来做广播加全部写送，那是敬语才用想，写想敬语的后面才用想。不一定，三路加全部当下，原来做三路加全部当下。不录住嘴，录重要我切下，录重要我切下，也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叙述，一个完整的一个过去式了。学生们学习的很好，录住嘴，录重要我切下，本身是切就是已经是过去式嘛，切下是一个完整的一个过去式。好，下面眼见了给肛门贴住，什么下呢？拍个要不总给眼见了给肛门贴住，什么下呢？拍个要不总给肛门就是话嘛，就是敬语，接着的敬语就是肛门。我们通常讲给了给接着嘛，那肛门就是敬语，接着的敬语。
sem了侠记在心里，sem了侠这边侠就是记在心里，放在心里。一般是侠是放的意思嘛，有放的含义。前面那个是你不能说放。侠本身是有放的意思，对，要记在心里，记。sem 就是心嘛。因为这里我会把这个把呢，就是对不对？有个奏格嘛，这边有个奏格，啥老师的这个是的嘛，属歌，这是奏格，这是属歌。哦，好语气啊，言那个，刚们提出，什么下呢？别个要不，总给下面有吗？好，练习了。今天你们没有练习，对话一下。没关系，我们可以分。前面的，俺这洗蜜木当当这把马这呗，跟我们的吸猫的方式不一样。什么？洗蜜木当吸猫？洗蜜什么？木当吸猫。俺最洗蜜牡丹的。俺最洗蜜牡丹的。啊，俺最洗蜜牡丹的结果没了。牡丹就是哭法。木蛋啊，木蛋就呼。木蛋是可以啊，有啊，木就是吸啊，木不啊，不是吸猫，猫呼吸。不是把猫拿起来吸。猫拿起来，猫的味道很好闻。俺最洗蜜，俺最洗蜜木蛋的啊，俺最洗蜜木蛋的结果没了呗啊。我们吸猫的方式不一样吗？啊。这是他动词。哈果马松。啊，正常版。啊，怎么翻呢？猫有种香味啊。是猫有香味。每一只猫的香味都不一样。真的。是猫明天的活力，因为其实是猫口水里面的蛋白质，然后它就是呼到我们每人的。日本网友用吸猫解决蛋。是哦。哦，行。好，回正常版。俺这音你也就可以啊，你就这个回答马嘞，天眼木蛋点这钱呢，用个马嘞，是吧？马瑞天眼木蛋木蛋点着钱呢，用个马嘞，对啊。あれ、天眼木当当米扎瓦卡列有的。跟以前的写法有什么不一样？鸡蛙洗米，做做洗米，
木当 곱사. 침미 흡세 치미 흡세 무세 쿠유 코유 세월에 세월에 好的西貌环境啊。koyu tera gyusen kare yore. 好，我们可以说是，因为时间的关系，你就接着，正常版不是正常版，就是我们今天是这一段嘛，这一段不是这一段你们两个先换第一页，换你第一，对。哦，牙翠经济穷牙翠英记穷大堂100马瑞贝。啊，马瑞，田园以因之总当，第抓钱啊，用机马瑞。阿嘞，田园英记穷大堂米扎瓦卡瑞尤瑞米扎瓦。明白。做我别个总是koyu即水马瑞。换了你要问，对，不是刚哦，你要问下一页，下一页。时间不够，我觉得直接换他们两个。好，现在还有啊，有时不然会间呢念。不完。直接换他们两个才来得及。好，你们两个换。koyu tera geten kare yore. koyu kirang chö nya kang nang bri rojo dang bge shu dang. 대 벽에 얇게 동예 기 탈람레베.对， bge mangzam shure jena ngoje pento 첨보 요래. 你问。下一个吗？ koyu 对， koyu tera geten kare yore. 키랑초 예康낭 프리 롭조 당보 당 버게 쇼탕. 대 bge 야제 동예 기 탈람레베. 当然呗。 버게 망잠 셔레 테나 거제 펜도 첨보 요래. 给我们两个了。好，你先。牙臭马豆地米落咗苍妈有蕊，不蕊来背。蕊苍妈苍妈昂错 peri 背千卡去 peri 落马蕊。对，阿嘞提扎因巴嘞跟那错公巴加千波写下。你跟那去感冒提错sen la 下呢不给因巴将去亚波将去。昂错嘛都提名老做千马 peri 预备。嘞，苍马昂错 peri 背青卡基 peri 老马嘞。阿嘞，提早因巴嘞。给那错空巴给千波斜下加千波斜下，那跟那给感冒提错，先啦下呢扑给也波总结。
那错音机中当堂鸡巴马尔贝， 말에 등에 인지 종다 ten자 제나 용기 말에 阿嘞，天爷音机中当堂明照哇，卡雷有嘞， 조워 베게 종세 골유 지쇠바레 낭초 인직 종다 당 직바 말레베 南翠， 남翠 嗯，马嘞，天爷音机中当底扎前那用的马嘞， 알레 댕에 인직 종당 당 미자와 闽州啊， 민자와 카레요레 做我陪给中西可有几岁吧嘞，是吧的，岁吧嘞。嗯， 공이텐라 개초 카레요레 给钱， 개첸 카레요. 개첸 카레요레 키랑 초 내康내 예康나 南普利， 벽이 普利， 로초 糖， 당보 普给， 벽에 血， 血糖 대보강 벽에. 벽에 벽에 亚界， 약의 동년기 탑람， 탈람레베 벽에 마장 血力， 벽에 마장 쉐레 钱呢， 체나 몽제 文接， 문제 偏多， 펜도 쳔보 有人， 요레 对， 키랑 忽悠， 키랑 코유라 키랑 코용테라 게젠 게젠 카레 카레 有 요레 人， 계랑초신강 叶康囊， 예강낭 퓨리 퓨리 로초탐普给， 붉게 슈탐. 슈탐 대벽에 벽에. 대벽에 铁， 대벽에 普给，亚界， 야게 东叶基， 동예기 탑람， 탐망 레베. 레베 普给，嗯， 낭초 마도 대민 롭조 참마 별이 레베 默的，这唱完演奏陪日北以参加的陪日落马日， 알레 된자 임바레 겐라최 공바 야천보写下 我今仔日刚mới提出设那啥呢，陪个也不中意。好，那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我们就念那个七星八颂了。那좋아요는 쓴다 다다 좋아요는 어떤다 되지도哪一个啊啊亚叶东啊，这个东字吗？东，这个动词，亚界本身是进步。一个藏文里面的话是名词，那要有个动词才会说亚界东。对，啊，这个是亚界东居，就是口语嘛，那就亚界东居特乱里边，这个也是这个我们刚刚讲到的那个东居、东叶、东居，就是。东居就过去讲过去式，就是未来嘛，
未来要进步嘛，就是因为未来要进步，所以东就是讲这个未来字。那口语里面把那个爷呢，这个就那就改成爷，冬夜。变成冬月之后就变成名词了，嗯，变成冬月之后也变成名词，那到后面怎么加属格？加那个属？属格是方法，是要进步的那个做的这样的方法吗？只是要进步藏语的方法吗？所以冬月的冬月还是动词？冬就是动词，对。啊。觉得加上叶之后好像就变成名词形了，比如说卡拉手亚拉嘎布也对，你喜欢做饭吗？卡拉手亚拉嘎布也对。你喜欢做饭吗？那手加上亚之后好像就变成名词，感觉起来了手亚。它会有个对象。不是，这个也是就是讲未来的一个叙述。你喜欢做饭吗？你喜欢做饭吗？这不是有中文里面也是动词吗？你喜欢做饭吗？会变成名词形的，名词化了。中文也是吗？你喜欢做饭吗？做饭的这件事，虽然没有把这件事讲出来，但好像有点名词化的感觉。这样理解，因为我不晓得正统的藏文法。做饭。对，一样丢也可以啊，手丢啦，嘎布也可以，一样意思。卡拉手丢啦，嘎布也可以。卡拉苏俊还没做饭，水茶已经做饭。苏就就是做饭。卡拉索亚了，你喜欢做饭吗？所以这个时候做不是你们讲是动名词是吗？我喜欢做饭，这里没有动词。名词化。动名化。动名词。动名词化，变成动名词。藏文的话就是你喜欢做这件事吗？做什么事情就是做饭的这件事。ing 不是正在进行吗？不是，这个不是正在进行。因为我的动词后面加一个 ing 的话，就是动名正在进行嘛。它也有名词化，变成名词的用法。基本上有2、3种嘛。那我们先讲的，不是 ing 的用，不是正在。好，我再想一想，你们是不是名词？那还要学很多语言才会可以。好，我们就先念诵。로좀 지간 겸을 쇼소와 다니 심지에 탐제라 이신 노부 레라베 된조 루베 삼바이 다도 제바 젠바를 쇼 간도 수당 조베 제 다니 군레 메다시 셴라 삼바 타바이 초도 제바 젠바를 쇼 전람 군도 랑유라 독진 유무 게마타 다시 머루 제베나 전도 동네 도바를 쇼 랑싱엔베 심제니 딕두 차부 nen통체 린진대당 체바신 니바 가외 진진쇼 달라 신기 차도 긴 시고 라소 미리베 총가 랑기 렘바타 개가 셴라 부와쇼 칸라 다기 펜다베
热瓦切瓦康熙去，新都米里内切纳新年堂巴尔大瓦修。东南外党举巴以偏的马南军了比马以内党东沿跟三位打了两把的修。三位，对不起，我念错了3位。东南外党举巴以好，铁大军将缺给去东北前面马把线，去跟有忙的西北了，前面青蛙来追修。好，谢谢。老师，你是不是难过？你